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這一期啊，咱們繼續聊一聊紅綠市場。今天啊，咱們紅綠市場的走勢啊，也是相當的完美。用簡單的一句話概括一下啊，就是整個亞太的股市現在已經不跟美股了，而是跟着咱們的市場，而這個跟隨咱們的這個紅綠市場，為咱们紅綠市場馬首是瞻啊。已經穩定下來了。這個先說咱們自己的啊，這個紅綠市場那是一如既往的穩定啊，盡在掌握之中啊。上證指數啊是微跌23個點，跌了0.62%啊，穩穩的守住了3800點，哎，所以這是個標誌性的點位啊，守住了。雖然盤中啊跌破了啊，但是那個都是啊有控制的啊，故意的。看一看3800點這個位置啊，穩不穩，有沒有夯實，所以主動啊到了3790點啊，這個收盤又回來了。深圳成指呢，微跌啊2.73%，跟前幾天它的漲幅相比，那這個可以忽略不計啊，對吧？只跌了2.73%啊。北證50呢是微跌啊1.4%，這都是正常調整，這個都是啊以主動回撤啊，夯實底部。创業板指數呢，微跌啊4%不到，這個位置那也是控制的非常好，恰到好處啊，跌了3.97%，对吧？就差一點到4%。那科創綜指、科創50這個雙創啊，它這個指數回調，稍微多一點，這主要是為了對前期這個漲幅啊一個修正。科創綜指啊主動回調5.7%，科創50主動回調5.38%，這個主要是讓很多啊金融消費者，讓他們知道站在光裡面，你不能光着屁股站光裡面，對吧？你要站光裡面，但是你不能光着屁股啊，你還得多穿幾件衣服啊。所以這個回調一下啊，這主要也是讓這些金融消費者啊吃一堑長一智，讓他們知道，對吧？要牢記啊，今天這個指數這個點位來之不易。那麼從成交量來看啊，今天是2.36萬億，這個成交量也是相當的完美啊。這個說明大家捨不得把便宜的籌碼拋出去，大家都非常看好後市，堅定的啊相信正在進行之中啊。現在走的就是慢牛啊，由於大家都不願意賣出手中便宜的籌碼，所以說啊，這成交量就低了啊。而且今天啊，1768家上漲。今天銀行股、中字頭的這些的一馬當先，做出表率，給廣大的金融消費者送來福利啊，發獎金。但是主力啊，同時也派出了3635家，回來接人。這主力是不厭其煩啊，一而再再而三，三顧茅廬，這是天天都要派車回來接人，不要落下一個兄弟姐妹，讓想上車的那些人呢，隨時有車可上。想上就上，叫一進上啊，所以在這一塊啊，主力可以說把握的相當不錯。同樣是調整啊，今天我們這個主動的回調，金融消費者的痛感啊，那就比以前好得多了，對吧？相比較前幾天回調，有的是5%、10%的回調，有的消費者啊，有個人認知的問題啊，格局的問題啊，所以他總覺得自己啊賬戶縮水比較多，但是他不知道那是暫時的。對吧？相比較韓國、日本，你那算什麼呢？對吧？你應該高興，你就慶幸吧，對吧？你在咱們這個市場，那今天的回調呢，對吧？很多金融消費者啊，賬戶少了個2%、3%的，這也沒什麼。相比較前幾天是吧？這個痛感一下就小了一大半。俗話說得好啊，人比人氣死人，貨比貨得扔。所以我們再回頭看一看日韓股市啊，我們還先来看看美股。美國股市周三啊大幅收低，美聯儲維持利率不變以後啊，長期國債收益率急升，投資者擔心美聯儲在遏制通脹方面落後於形勢，油價飆升和半導體持續下挫也加劇了市場拋售。這個美股的道瓊斯啊指數下跌了1153點，這肯定是暴跌啊，暴跌1000多點呢。跌幅也是高達2.2%，道指啊暴跌2.2%，創2025年4月以來最大單日跌幅。所以說
美股是暴跌，这个不用狡辩啊。你为什麼說美股跌2.2%叫暴跌呢？你想一想吧，它反正是啊，已經創了2025年4月以來，這17個月、18個月啊，18個月以來最大單日跌幅。所以我們資本市場對吧，跌5%，我們不叫暴跌，我們那是叫有計劃的對吧，有控制的啊，有尺度的回調。它這個跌2%呢，就是暴跌。你看，這不18個月來最大的跌幅，這不叫暴跌嗎？還有啊，這個標準普爾500指數也是暴跌1.5%，納斯達克綜合指數暴跌1.7%，他們啊擔得上這個暴跌兩個字。哎，咱們這雙創啊，對吧？叫略微回調5%，對吧？這個因為我們雙創一漲12%嘛，10%，對吧？你漲10%，你回調5%，這些東西那都相當於來說啊，這就沒那麼嚇人。所以不能用暴啊的這些形容詞，但是美股它是擔得起這個暴跌啊。至於為什麼跌，咱也不用分析了，因為美股它必須要跌啊，因為美國它一直在走下坡路啊，世界上最長的下坡路就是美國的下坡路，它一直在走下坡路，所以它的資本市場跌，那跌是應該的，暴跌那是必須的，遲早要暴跌。所以說它只不過啊，這個暴跌來得晚了一點，它早就該跌了。至於什麼其他的分析啊，什麼就是要加息呀，是吧？又是這個科技股盈利增長不及預期啊，這些那都是借口啊，借口。半導體板塊繼續領跌，對吧？什麼費城半導體指數啊下跌5.5%，連續5個交易日收低。投資者越來越擔心巨額人工智能支出能否帶來足夠的回報。上個月還認為回報沒問題。這個月就覺得回報有問題，那你說這都是些什麼人呢？這才多長時間，對不對？所以說啊，這個實際上這些都是反映了美國對資本市場的這種放縱啊，這種疏於監管啊，根本就不顧這個資本市場的死活。跟我們不一樣啊，我們是主動承擔任務，我們是主動的承擔全球資本市場穩定的這麼一個職責，做壓艙石。這個大家都知道啊，往年啊，以往啊。亞太股市那都是為美股馬首是瞻。你看美股昨天晚上這個暴跌，那按理來說今天韓國股市對吧？韓國叫綜合股價指數，還有日經指數，日本的啊，那今天肯定是暴跌啊。那韓國股市一定會熔斷對吧？昨天晚上美股暴跌嘛，但是你看看今天日本韓國的指數就穩了。為什麼穩了？因為啊，他找到了自己的這個主心骨啊，找到了錨點。那個錨點就是咱們資本市場呢，咱們資本市場穩住了它，對吧？韓國股市它就不跌了。你看啊，這個還真不是咱們吹噓啊。根據這個經濟觀察網報道啊，日經225指數收漲0.7%。你看看日本股市指數啊，那是對美股是亦步亦趨啊，對吧？美股要跌1%，那日經指數必須跌2%，這是按以往的規律，對吧？少跌一點都不行。少跌一點，你第二天都補齊。但是你看，今天它居然不僅不跌，反而漲。誰給了它底氣？大家問一問，誰能給它這樣的底氣？難道是印度的股市嗎？難道是印度的資本市場嗎？所以它答案只有唯一的，而且只有一個，只有一個，那就是咱們的資本市場，給了日本股市啊勇氣和信心。絕不是梁靜茹，對吧？如果要是梁靜茹的話，那他也是中國人呢。也是中國人給了他的勇氣，反正都是一碼事啊，都是一回事。這個韓國綜指啊 ，Kospi 今天僅跌了1.35%，你說說吧，這不是破天荒的？這是雖然跌了1.35%，這是這10來天啊，韓國指數走得最穩的一天，那個躁動的心是吧？那上蹿下跳，今天終於穩住了。你看昨天前天連續對吧？盤中熔斷，往下熔斷。盤中下跌11%、12%，這麼跌，今天僅跌了1.35%，怎麼樣？有沒有穩住？那他這個穩，誰讓他穩的？他還不是，對吧？往旁邊一看，看人家的市場多穩，壓艙石，對不對？指路明燈，韓國的資本市場自己也不好意思，羞愧難當啊，所以只好穩下來。今天這個三星電子啊，公布自己的業績，這個韓國人呢？又搞錯了啊！
總以為三星電子这個業績，三星電子利潤同比增長多少啊？也不多啊，增長了18倍。你三星電子利潤增長了18倍，你以為你股價就能漲是嗎？資本市場不講這個，對不對？所以說啊，三星電子一公布業績，它居然股價還暴跌。業績一公布啊，大量的金融消費者趁利好套現跑路。這個三星啊，它盤中啊漲了8%、10%大概，結果收盤還跌了2%。大量人跑路，就是根本不相信你是漲18倍利潤，你漲20倍我也不在乎，反正人跑，对吧？一個月前那是奉若神明，這一個月後就棄之如敝履啊，臭不可聞。你說啊，這些都是反映了韓國的金融消費者不成熟啊。相比較而言啊，咱們的消費者這個啊想成熟，但是沒那個條件呢。咱們的金融消費者啊，那韓國的金融消費者他是不想成熟啊，他有這個條件，他不想成熟，那對吧？咱們的消費者他不成熟，他不是不想，他想成熟，但是他沒那個條件。為什麼這麼說呢？你看啊，韓國海力士、三星，對吧？那個利潤都是增長18倍、12倍，咱們這個啊利潤漲不漲我不知道，但是這個格隆匯呀，7月28號有個報道，他是這麼說的。他說，同慶樓和一民食品接連漲停，圍繞長鑫科技的血炒作來了。7月28號啊，說 A 股主要指數調整，科技股集體回調的背景下，一民食品漲停了。這個一民食品幹啥的我也不知道啊，反正大概跟就是消費類的吧，做零食的吧。啊，為什麼它能逆勢漲停呢？而且那天科技股是暴跌啊。結果說股票社區裡有人道破天機，這是格隆匯報道的啊，是吧？這個票就是無厘頭炒作長鑫概念。有人就說了，你這個一民食品跟人家長鑫有啥關係啊？你別告訴他真有，一個是做內層的，是吧？也做什麼存儲的，一個是做什麼？一個是做食品的，反正兩個人概念還相近，有關係。什麼關係呢？說因為新的老闆叫朱一鳴，而一民食品，對吧？那顯然跟朱一鳴是一家呀，那顯然對吧？那跟長鑫那是一個實際控制人呢，所以說啊就炒作了。關鍵是啊，如此牽强的關聯，竟成了資金湧入的理由。資金理由絕对不是散戶啊，如果散戶進去，不只是漲停啊，絕對是大資金進去了，拉個漲停。不光是一民食品啊，還有一個叫同慶樓的。28號它也漲停了，但是第二天啊就冲高回落，但是還收漲，連漲2天。如果說一民食品漲停還有一字之差的邏輯，那同慶樓的異動就更讓人哭笑不得。同慶樓顯然是一家酒店嘛，對不對？做餐飲的啊。同慶樓是一家總部位於安徽合肥的中華老字號餐飲企業，長鑫科技總部同在合肥。有網友總結炒作邏輯，說第一，說是寓意好，同慶樓嘛，叫普天同慶 ，AI 大發展，合肥經濟蒸蒸日上。第二，說是上市了，公司有錢了，員工待遇也很好，就去帶家人吃好吃的，合肥的餐飲也會火起來。有投資者在股票社區感慨說 ，A 股這個邏輯啊，小學就夠了，但凡你高中畢業，你都炒不明白。有很多人啊，金融消費者老是說自己賠錢呢，埋怨這個埋怨那個，你看看原因找到了吧？你該埋怨的是自己啊，因為你學歷高了，對吧？如果你9年制義務教育沒接受完，那你炒股還能賺錢？你說你為啥接受9年制義務教育呢？超標了不是？我們還看韓國啊，這個韓國值得大家關注，因為韓國應該從去年開始是吧？它那個股市啟動啊。它從2100點還是2200點啟動的，一路漲，到2025年，它實際上它翻了1倍了，是吧？但是2020年上半年它又翻1倍，漲到了9300點。但是今天我看了一下啊，它已經5600点了，5500點最低的時候，我覺得它往下，对吧？韓國股市現在要跌到哪兒，他自己說了不算啊。我已經說過了，他得看咱們市場，對吧？看咱們的壓30，咱們的這個啊。定海神針，指路明燈怎麼指？網上有段子啊，
也不知道真假。這段子說在韓國的科斯皮暴跌之前，李在明總統把所有的股票都賣掉了，然後這個在公示的公職人員財產公開記錄中已經沒有了股票，對吧？總統的房子是抵押貸款賣掉，股票是高點賣掉，這麼精準嗎？支持李在明的那些把股票全押上的朋友們，你們還好嗎？這是韓國人說的啊，也不知道真假。反正在最高點的时候，李在明对吧，呼籲大家買股票，韓國的股票還是低估了，活脫脫的就像網紅經濟學家任正平老師，他也是號召韓國人炒半導體。鳳凰網財經刊登一篇報道，他說韓國散戶的黑色一天，什麼黑色一天呢？就在這一天老婆馬上要生2胎，賬戶卻爆倉了。你說這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雙喜臨門呢，還是叫福無雙至，禍不單行？看着手機裡的證券賬戶，無奈地對鳳凰網說，距離妻子預產期只有不到2個月的時間，從事貿易工作的朴宇哲原本希望通過投資為家裡添置一個足夠厚的資金安全墊，重倉買入掛鈎海力士和三星電子的5倍槓桿 ETF。 哇，這5倍更狠人家2倍，他是5倍槓桿，没想到却遭遇了人生中最慘烈的一次股市暴跌。7月28號，韓國股市迎來黑色星期二，韓國綜合指數 KOSPI 跌超 10%，6000點岌岌可危那是昨天寫的，今天6000點已經不可危了因為它已經5500點了，6000點已經變得遙不可及了韓國2大半導體巨頭海力士和三星電子分別下挫超過 14% 和 13%。朴宇哲的賬戶單日損失超過30萬元人民幣，並最終觸發強制平倉。這跟我還稍微差了點我在這個上一次牛市，這不是天天熔斷嗎？2015年大概就那一次牛市的时候熔斷了，那才叫牛呢，是吧？每天損失比這多每天把那電腦一打開，10分鐘就結束了，因為熔斷了，有的時候3分鐘下班了。在這場突如其來的市場波動之前，朴宇哲曾擁有一個令人羨慕的理想韓國中產的生活。他在首爾稱得上是標準的中產階級，就是中產階級裡面的上層，是吧？月薪4.5萬人民幣就是折合住在首爾傳統富裕區域，叫瑞草區。這裡與江南區並稱江南學群，擁有韓國最優質最多的教育資源，也是韓國前總統尹錫悅所居住的地區。穩定高薪工作即將擴大的家庭，高品質的生活質量，以及對未來生活的清晰規劃，構成了朴宇哲此前按部就班的中產生活。然而朴宇哲原本試圖為家庭增加一份保障的這筆投資，卻在市場劇烈波動中改變了這個家庭的生活軌跡。好在我沒借錢投資，不然現在壓力會更大。這件事如果讓老婆知道賬戶完全清零，我都不知道該怎麼解釋，怎麼面對他。在朴宇哲看來7月13日那次黑色星期一，雖然也曾讓市場恐慌，但當時他仍相信行情會回來。那時候雖然也跌，但覺得還有機會。韓國股市本來就是像瘋子，但這次5倍槓桿讓情況變得極為糟糕。強制平倉後賬戶裡的虧損不再只是暫時的賬面波動，而變成無法等待反彈的實際損失。也就是他被倉了，應該是爆倉他說以前虧錢我覺得只是賬戶上的數字變化，就像建功爺叔一樣爺叔現在他只覺得只是這賬戶一會兒大一會兒小而已，不會消失，除非到時候退市。相信市場會回來，錢也會回來，但這次不一樣，已經被強制平倉。朴宇哲對鳳凰網風暴眼說，距離妻子生產只剩下不到2個月時間了。朴宇哲不得不重新計算家庭未來幾個月的開支，2胎出生意味着更多的育兒成本，而此前投入股市的資金也是他希望為家庭增加的一份保障。我不是想靠股票發財，只是覺得工資之外能多給家裡留一點餘地。想法是多麼的樸素多麼的美好，但是現實是這麼的骨感，對吧？你
只想給家庭留一點餘地。那你那個餘地是誰給的呢？你的餘地那可是別人的，對吧？傾家蕩產啊，所以你的傾家蕩產才是別人的餘地啊，對吧？你想你盯着那點餘地，人家盯着你的本金的。強制平倉以後啊，真正擺在朴宇哲面前的是這個準4口之家未來幾個月的生活安排。朴宇哲不得不開始計算起未來幾個月的家庭賬單。妻子婚後一直是全職太太呀，你看看這個和中國的那個叫中產返貧，它不全趕上了嗎？殊途同歸啊！你看全職太太嘛，對吧？2孩子，自己這一下這所有的錢啊梭哈了沒了，現在還剩下工資和收入，工資啊還在，如果要趕上裁員失業那就好了，那就是妥妥的中產返貧。家庭主要依靠他收入維持，唯一值得慶幸的是2人租住的是全稅房，未來2年暫時沒有房租壓力。隨着2胎即將出生，家庭支出迎來增長，對於這個即將成為4口之家的家庭而言呢，僅僅只是維持基本生活，每個月的開銷至少要2萬人民幣，其中包括孩子日常用品、醫療、育兒以及家庭生活成本。我大女兒今年6歲，原本已經答應送她去上高質量的1對1私人鋼琴課，每月4000元人民幣，現在可能要失約了。妻子即將生產，我們計劃添置一輛空間更大的新車，為未來4口之家生活做準備。還有我本來想帶家人一起去土耳其自駕遊，說着說着，朴宇哲的聲音越來越低。這些曾經被認為輕鬆負擔得起的規劃，現在需要開始重新評估了。過去那些灑水就能覆蓋的消費，此刻需要不斷地做減法。我投入了50萬，上了5倍槓桿，如果按之前的行情一路高起，我們一家或許很快就可以在12買一套920萬元人民幣的房，你說吧，這還叫給家裡留一點什麼餘地啊？這還不是叫想發財啊？投50萬要掙920萬，你這次開玩笑漲20倍啊！朴宇哲深吸一口氣，對鳳凰網說啊，所以這回啊20倍沒掙到，自己本金沒了。朴宇哲並不是唯一一個在這輪行情中踩中槓桿風險的投資者，在他的身後還有更多押注半導體行情的韓國散戶。過去幾天，隨着韓國三星、海力士等半導體龍頭持續上漲，大量散戶湧入掛鈎熱門股票的槓桿 ETF， 希望借助槓桿放大收益。市場劇烈波動，暴露出風險，也引發韓國監管層對這類高槓桿產品的重新審視。市場狠狠地給我上了一課，往後我絕不會再碰股票分毫。妄想借着韓國市場躋身上層階級，從頭到尾只是一場不切實際的夢幻。你看，這叫多麼痛的領悟啊！但是晚了，對不對？說萬幸啊，早年攢下的家底兜住了這次慘重的虧損。朴宇哲對鳳凰網風暴言說，這一回是初次栽跟頭，也是最後一次。在採訪的最後，他這樣說啊，實際上啊，朴宇哲這樣的人，這個夏天7月份至少是120萬以上，明天還有一天呢。如果明天再出現奇蹟，是吧？再往下來，那不知道多少人要跳樓啊！韓國啊，一位曾在實盤投資大賽中以750%收益率奪冠的一個中餐廚師啊，這個是個韓國人啊，公開了其海力士槓桿 ETF 賬戶，約1.2億韓元本金，當前估值僅剩4600萬韓元，7400萬韓元，虧損幅度達到了62%。這還是一個炒股大賽啊冠軍，曾經獲得750%的，就是漲了7倍收益，現在也是褲衩子都賠飛了。45歲的上班族金某啊，以700萬韓元起步投資海力士及三星電子單一股票 ETF， 每逢股價下跌，他便以拉低均價有助於反彈回本為由追加買入。這就有點像上海建工爺叔了啊！說前後共補倉5次，總投入膨脹至3400萬韓元，當前虧損比例已超過50%，就是越補越虧，越虧越補。為了回本，一再追買，反而越陷越深。
現在既賣不了也買不了。他說啊，這就是不停的加倉嘛，補倉，对吧？比如三星電子和海力士單只鋼鐵 F 暴跌，給韓國個人投資者造成了巨大的損失，引發了越來越多的爭議。29日，就在這一天啊，約30個要求取消該產品的花圈啊，韓國人真狠呐，送花圈呐，被批量送至首爾國會大廈前，並排放在那裡。韓國人也可以啊。對此，胡錫進老師做出了評論啊。胡錫進老師說啊，遠離槓桿，這話得在所有散戶股民中永久口口相傳。胡錫進老師啊，他發了個微博，他說恭喜所有中籤的人，長興第一天上市不是漲了多少倍啊？是吧？4倍吧。然後胡錫進老師說啊，他說老胡啊1籤沒中，但跟着開心。老胡為什麼1籤沒中呢？因為我已經很久啊不炒股票了，我也不知道這個咱們打新是什麼規則。我大概記得隱約記得，它可能是根據你買的啊，你持有的市值，根據你的市值好像能去打新，对吧？打多少？你打的越多，你持有的市值越多，那麼你中签的概率就越高嘛，对不对？你能打新的份額就多嘛，然後這樣中簽的幾率就大嘛，對吧？應該是這樣。那反過來說啊，胡錫進老師他沒有中簽，那說明他是不是胡錫進老師他應該沒有買很多科創板，是吧？應該這麼理解吧？那胡錫進老師恐怕還是以老登股為主。如果以老登股為主的話，那胡錫进老師那現在應該是，对吧？他的賬戶我覺得啊，應該是創新低啊，很難說賺錢了，應該是玩了個寂寞，甚至還是賠錢。這是推測啊。咱們資本市場有一只股票很有意思啊，叫兆易創新。這個兆易創新啊，昨天發了2個公告。這2個公告幹啥呢？首先是兆易創新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持股份公告。第2份公告是什麼呢？第2份公告是創新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關於董事長提議公司回購 A 股股份公告。我也看不懂啊，這就是當下紅綠市場的一個狀況。大股東啊自己減持，大股東減持，老板減持，但是同時他也號召啊，他也提議上市公司回購股票。這是什麼意思啊？老板減持套现的錢，對吧？那是自己的，到自己口袋，含淚高位套现，然後去買30萬一平的房子，2個億一套的房子，含淚。然後那邊呢又含淚，是不是用公司的錢，公司的錢不是他自己的，公司的錢是上市公司的，是全体股民的，公司的錢去回購，這個我總感覺好像哪裡有什麼問題呢？這個就是廣大的金融消費者他犯傻的地方，他不賺錢的原因，你知道嗎？這個規則是為誰設計的？大家有沒有發現這裡面好像哪兒有問題啊？這種遊戲規則，對吧？很多金融消費者還要去指望在這個市場裡面改變自己的命運，把自己的窩囊費放進去，然後漲個10倍，就像那個韓國人一樣，就是夢還沒醒啊！所有人啊，咱們現在接觸到的所有的關於資本市場的知識，那都是镰刀灌輸給你的那一套理論。實際上灌輸什麼理論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麼呢？重要的灌輸的理論，它是為了割韭菜。这我一直在講這道理啊。賭場，對吧？他為了讓你進去賭，他有各種理論，各種理由。總之有一款理由適合你，賭場為了讓你去，對不對？但是你說賭場的終極目的是什麼？不是讓你致富啊，沒有哪個賭場說讓你致富的啊。賭場它終極目標是根據權力，根據規則，對吧？根據這種暗箱操作，然後對財富進行重新分配，就這麼簡單。我一直說，對吧？你看看這個韓國股市，你不能說它制度有什麼問題吧？你也不能說它業績不好吧？三星漲18倍，三星的股價可沒漲到18倍啊，對吧？但是它這個利潤是漲了18倍啊。那個 SK 海力士，對吧？利潤漲了12倍，你能說它利潤不好嗎？利潤可以說它的市盈率只有5倍、4倍，不一樣的破產嘛，对吧？你只要去玩，一樣的會褲衩子都賠飛了。網上不有個梗嗎？說剛開始以為這是投資，後來搞着搞着發現原來這是投機呀。後來接着搞着搞着好像
不是投機啊，這是詐騙。後來再搞着搞着，發現它不是詐騙，它是搶劫。再後來搞着搞着，終于領悟了啊，這就是捐款吶。你這去就是捐款，對吧？你打算10萬，那你就捐10萬；你打算5萬放裡玩，那就捐5萬；你要打算100萬放裡玩，那就捐100萬。當然，這些故事啊，這些道理，咱們是從5年前天天是吧，苦口婆心的，对吧？我的第一個節目啊，實際上就是5年前的今天，大概7月30號發的，就是要早割早受益，遠離資本市場。那玩意兒不是散戶玩的，放到今天啊，這話依然管用。實際上，大家只要去查一下啊，這個36年來，對吧？紅綠市場開業36年，有多少人參與了？這參與人好幾億，對不對？你說真正賺錢的幾個？有網友說得好啊，只要你不離開這個市場，對吧？你現在就是手上有個幾倍的收益啊，你都很難說你賺錢了，因為你隨時會加倍還回去。好。這期節目啊，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